好，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师父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解解法缘。委曲求全四大题我们要求一个事情的圆满，有些时候是没有办法符合你自己的要求，要符合你的标准，符合你的期待是很难的。但是为了这个事情能够圆满，大众都能接受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要把自己的想法、自己的一种意见一定要转变，要转个念头。所以有时候委屈了，但是你求的一个圆满，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这个大题，每一个人的接受度，大家是不是都能够欢喜？各位，这个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。要四大题，就是以众人为主，以众人的期待为第一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你自己稍微委屈了，但是我为了大众，我们宁愿退一步想，就海阔天空。谦虚忍让多学习我们要谦卑，要悉心的受教，要忍让。忍让就是我能够退后一步，要考虑大众。如果能够谦卑，又能够忍让别人，你好好多多学习，在各个层面对我们自己来讲，心态才不会起烦恼能够让自己心宽，度量会增长。所以你要利用这个事情呢，来成长自己。随喜功德莫嫉妒，看到别人做好嘛，别人行善，我们都非常的欢喜，随时都给他赞叹，而不是在后面扯他的后腿呢。千万不要去嫉妒别人，人家好啦，人家成功啦，做事情非常的有智慧啦，人家叫好又叫座啦，我们都非常的欢喜，随喜功德，赞叹他，不要去嫉妒别人。广结善缘是欢喜，好好跟别人和睦相处，大家欢喜在一起，把这个事情做得圆满，做得成功，能够利益大众。不能为了自己自私自利，不失欢喜，把欢喜心来供养大众，跟别人来结善缘。各位，如果你能够这样，你走到哪里都猴凶化吉，一定会遇难成祥。所以要给人方便，给人欢喜心，给人家希望，这是我们活在世间很重要的。这个人走投无路了，在十字路口徘徊了，他已经裹足不前了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如何能够拉他一把，让他能够站立得起来信心重建？各位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。我们人活在世间，要知道大地的一切众生都是我们六亲眷属，我们要想办法尽自己的力量来关心他、协助他、帮助他。所以我们要广结善缘不失欢喜心，不是说我们排挤，然后看不顺眼我们就找他麻烦，不是。我们要有欢欢喜喜的心来跟大众结缘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人的基本观念，尤其是佛的弟子一定要遵守这个道理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各位，你活在世间很有意义，很有意义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